Hello，我係 Pat，今日試坐呢一架小米最新 SUV YU7。呢架車嘅內飾係非常之靚嘅，有深紅色、酒紅色嘅真皮，再搭配呢一個米色嘅真皮啦。我覺得係一個幾 relax 嘅風格。之前小米蘇7咧就偏向跑車風格，YU7係一架 SUV， 要兼顧家用，就有一個比較溫馨、比較放鬆嘅配搭，都幾符合呢架車嘅調性嘅。呢架車有時候都要去露營啊，有時候又要接載屋企人啊。有時放工之後，我又想喺呢架車按摩，我覺得都幾舒服。尤其係呢個遊艇式嘅中控台，好多地方都係由曲線去組成，視野 OK 嘅。但係總之，我又覺得呢架車好舒服。一切都係好和諧。而家我就開啟主駕按摩功能，舒緩力度3級。今日放工專登過嚟去小米之家睇 YU7。本身搭地鐵座椅又硬，搭大巴座椅又硬，腰 pat 都好痛。順便過嚟享受高級按摩，正啊！呢部車真係一流。呢個係小米第2架車 YU7， 我覺得水平係非常之高嘅。基本上我而家摸緊嘅地方都係有真皮，同埋都係軟嘅，好舒服。我睇到附近都有幾個人專登過嚟小米之家睇 YU7， 但係我完全聽唔到佢哋嘅聲音。呢架車嘅隔音係一流嘅，哇，好舒服。再玩下其他功能先，好舒服。我哋嘅小米真係犀利，呢架車我覺得喺香港70萬都應該買唔到啊！唔係啊，係70萬都買唔到呢個級數啊！哇，舒服到不得了。如果係歐洲品牌嘅話，肯定係70萬啦。大陸品牌就40-50萬有一部，我都覺得唔錯㗎。點知佢又買到20-30萬喎，哇！難以置信。聽下音樂。世紀，請你別嫌我將這煽情奉獻給你，還能憑什麼擁抱若未令你興奮，願意地唱出寫在情歌的情感，還能憑什麼要是愛不可感動人俗套的歌詞煽動你惻隱，誰人又相信一世一生這膚淺熱鬧？來吧，送給你，叫幾百萬人流淚過的歌，如從未聽過。雖然如幸福摩天輪，才令我因
要呼天叫地，愛那麼多，將我漫天心血一拋到銀河。誰是垃圾？誰不捨我難過？分一丁夢曾我。頭先我開咗車入面嘅中控平板，聽陳奕迅嘅 K 歌之王，音響都係一流水準啊！喺呢架車，我完全唔記得晒今日返工有幾攰，真係好高級嘅享受，完全可以睇到中國科技係有幾咁犀利，可以改變咗好多人嘅生活，令我哋生活質量係得到一個非常大嘅提升。之前都有試過 Tesla， 哇 Tesla 就真係一言難盡啦！哇，個內籠全部都係黑色嘅，有個係少少黑色，撈大量白色，我都覺得好沉悶。而家嚟到 YU7，我覺得一種新嘅體驗啊，完全係一架好高級嘅車，而且呢架電動車咧，即使你停車嘅時候都要可以享受到好多功能。平時汽油車唔得噶嘛，汽油車唔可以喺停車場入面開冷氣啊嘛，驚中毒。咁而家電動車又冇廢氣啦，停車場可以開冷氣啦。另外亦都因為佢有電動化啦，所以有好多電動功能可以畀你享受啊，有自動駕駛啊，摩打又勁啊，中控台有大摩可以畀你打機聽歌。小米之前就係做智能手機起家啊嘛，而家又有人車家生態圈，所以呢架小米 YU7 都有好多小米嘅精髓啦，好靚啦，好高科技啦。前面中控台仲有個好特別嘅 HUD 嘅中控 HUD 包圍擋風玻璃下方嘅位置，其實 OK 啊，顯示嘅係相當清晰啦，幾特別嘅享受。所以今日試咗坐小米 YU7，我覺得呢架車係非常之好咯。中控我覺得唔錯啊，同埋作為一間人車家科技公司咧，喺我嘅司機位附近咧有好多窿俾你裝其他設備啊，例如手機支架啊呢啲咯，幾犀利嘅一架車。同埋呢架車我覺得有好多改裝空間啦，頭先都講過手機支架可以幫你裝一個手機咁樣錄低你平時做啲乜嘢啊，享受生活嘅片段啊。同埋呢架車有好多特別嘅功能，我覺得都係幾正，所以希望小米將呢架車幫到呢架車嚟到香港啦。咁啊〜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享受到科技帶嚟嘅樂趣。多謝大家。